说啊，你已经不行了啊，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在上帝的荣耀里，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，当我们跟着耶稣走的时候，他同在的荣耀会把我们的一些不堪的论断都挪开，都挪去。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，我们在上帝里面，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，我们是圣洁的，我们是贵重的器皿。我们要把自己献上，我们要相信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我的能力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。是的，我们是圣洁的器皿。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我的能力。高举双手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的一生的意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。若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活着，不过就是劳苦愁烦而已。我们这一生的夸口的又是什么？我们的夸口的是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所赋予我们的丰富充足的生命，是圣洁的。上帝看我们为圣洁，看我们为宝贵。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欺骗，我们要重新把我们的心灵养起。我们是圣洁的器皿，我们
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快要被这个世界打趴在地上的时候，主你的圣手把我们从淤泥里面拉起来，让我们脱离污秽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主，你看我们为宝贵，你爱我们以至于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主，因着你的复活，我们有在未来有莫大的盼望。是的，主，我们一生的意义就是要活出你的呼召，活出你爱我们的样式。主，感谢你，我们将我们祷告都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